前段时间有很多朋友问到老挝的电费以及老挝的用电情况，正好在昨天下午去洗车场洗车的时候，碰到老挝国家电力市场部的经理，跟他聊了一会儿。今天我正好把这个老挝电费情况分享给大家。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现在大家从镜头中看到的就是湄公河，远去能看到的那座桥就是老泰第一友谊大桥，河的对面就是泰国。从万象的凯旋门到这个泰国大桥一共才20公里。我们一边来看河边这个公园的风景，一边跟大家聊聊老挝的电费。在节目的最后，应很多粉丝朋友的要求，教大家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口语。对老挝语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到最后。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分享，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建议。好了，我们先说老挝的电费以及老挝的电力情况。因为老挝的森林覆盖率超过 75%， 北部高山，南部平原，老挝的水利、矿产、红木资源都是非常丰富的。老挝有很多大型的水电站，老挝的水电目前是本国消化不完的，还出口到周边的国家，包括越南和泰国。由于老挝常年是夏天，光照时间也非常充足，现在也有韩国公司正在老挝投资太阳能发电。老挝的电费也是分民用和工业用电的。为了提倡大家节约用电和照顾用电量比较少的人，老挝的电费是采取街区式分段标价的，就是用电量越低，电费的价格就越低，用电量越高，电费的价格就越高。越是有钱的人，你用电量大，你的电器多，你的电费就越贵。那些电器比较少，用电量比较小的人，他的电费就越便宜。更具体一点的说，比方说同一张电费单上面，你的电费价格0到25度的电费是355老币，也就是0.20元人民币一度电。26到150度，电费的价格是422老币，也就是0.25元每度。151到300度，电费的价格是815老币，也就是0.48元每度。301到400度，每度的价格是898，也就是差不多0.53元人民币每度。大于401度，电费的价格是984老币，约等于0.58元人民币每度。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假如我的一个电表下面的电费是500度，那么0到25度，这个25度电就差不多是2毛一度。26到150度，这个125度差不多是2毛5一度。151到300度，这个150度价格是0.48元一度。301到400，这个100度差不多是0.53元一度。401到500度，这个100度价格是大概0.58元一度。最后把这些价格全部加起来，就是总的电费。这也是很多用电量比较大的人家，他们会装2个或者3个电表。在安装电表的时候，虽然多出一点费用，然后他们把每个电表控制在每个月300度以下，这样他们的每个月的电费单价就会更低一点。插一句，画面中看到这一家4口，他们也是开着一辆20多万的皮卡车，到湄公河边铺一个席子，坐在这里吃东西。他们的周末都喜欢这样悠闲自在地度过。接下来我们说商业用电。商业用电每个城市的价格略有差别，在万象大概也就在
1000老币左右，也就是现在的汇率大概6毛左右。第3个是工业用电，这边的工业用电我也专门咨询了万象市供电局。工业用电的价格是根据用电量的多少来决定的，可以拿工厂的文件以及预计用电量去供电局申请。用电量比较大的工厂差不多可以申请到514，也就是差不多0.30元每度电。我也不知道中国那边工业用电的价格，欢迎各位朋友看到可以在下方给我留言，这个价格对于来老挝办工厂的人是高呢还是低？在节目的最后，我教大家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发音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几乎每一个老挝人都听得懂，纯属交流，仅供参考。第一个单词电费 ค่าไฟ，第二个单词水费 ค่าน้ำ。如果我们要问到电费多少，水费多少，就是 ค่าไฟเท่าไหร่ ค่าน้ำเท่าไหร่。接下来我们学习吃饭，老挝话是กินข้าว，老挝话的喝水标准的说法是ดื่มน้ำ，但是正常我们也可以说กินน้ำ。还有一句就是我们在老挝会说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问人家厕所在哪里，ห้องน้ำอยู่ไ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我今天教的这几句简单实用的老挝语用笔记下来，有时间的时候再复习一下，也可以关注收藏我的视频，每天学几句简单的老挝语，等到疫情过后，你们来到老挝就更加轻松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欢迎关注、点赞、收藏、分享。老挝非你所想，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不一样的老挝。拜拜，下期见。